苏州评话大师金生博逝世，传奇人生，锤炼巧嘴，邓丽君也成了他的粉丝。在我们苏州，有一位称得上是里程碑式的苏州评话大师金生博，被誉为苏州评坛活着的传奇，陪伴几代苏州人成长。不过，就在昨天晚上，这位泰斗级的人物离开了人世。今天一早，严家巷金家门口摆满了花圈，不少曲艺界人士都前来送别一代苏州评话大师金生博。昨天晚上8点45分，金老先生在家中过世，享年87岁。灵堂中间的遗像上，金老前辈依旧是精神矍铄，只不过此后苏州人再也听不到这样口齿清脱的说表，看不到这样目光如炬的眼神了。家兄在背，言既周兄。蓝妹子自己关于上年纪的，这个是一个经常性的一个毛病。就是前头500多日脚，你觉得起本，大概在10天左右就去准备去买一个，后来说先租一个来试试看，做，结果做来了以后就用了1次。金老先生患有支气管炎、糖尿病等慢性病，这2年来身体不佳。就在这个月的12号，还曾经因为胸闷气短接上了氧气。到了15号，症状加重，家人将他送进了医院，最终因为器官衰竭，走到了人生的尽头。你前头里头经常讲起有点想法，但是辣生活当中已经零零散散才讲出来。埃个一道里头只有一句闲话，我要回走去。要回屋里向，对，我再要回到屋里向。苏州人都说小书要听严雪婷，大书要听金生博，这一句是对金生博最大的褒奖。其实啊，这样的一位评话大师，也有着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。评话大师随便上书，只要到理智里向，谁会得说得好听？金生博少时曾在钱庄学徒，16岁师从杨连清学习包工，2个月之后就登台演出。1957年加入了苏州市评弹团，作为非遗项目苏州评弹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。金老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表口齿清晰，语言幽默生动，有巧嘴之称。在他的评话里，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材料都可以化作噱头。先生放个噱头呢，大家晓得，主要是3嘛，1、2句闲话里头是放一只噱头，而且到现在的时代，到现在的社会，到现在的热点，侪非常有关。《七侠五义》是金老先生的代表作，不过《七侠五义》曾经只是一部纯粹的武侠小说，听众并不多。金老先生决定要对《七侠五义》做个改造，把原来几个天天就会打打杀杀的主角变得有血有肉。曾经一句话带过的桥段，经过金生博的改造，竟然成为了全本书里头最精彩的片段之一。一个女人8头8叉，2小奴披木大好。除了噱头，金老先生在台上有一样东西所有人都学不会，那就是眼神。师从京剧大师盖叫天。是哪里个呢？你是点蜡烛，点一支蜡烛，眼神看海个蜡烛，你就让灵风吹之各位，我的飘动啊，里头跟那这个后裔。说起说书，老苏州的印象呢都比较深，那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。当时的评弹演员跑码头下乡，即便是夜场书，听课都是济济一堂。这里是冠前街的开明大戏院，作为苏州最古老的电影院之一，兴建于1927年，开始名叫东吴乾坤大戏院，后曾多次易主，1933年才改名为开明大戏院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，开明大戏院成为苏州市民最喜欢去的娱乐场所之一。如今，开明大戏院成为了电影院，但是老苏州却仍爱往书场里面钻。听听来的，为啥呢？哎，为啥呢？为啥？听你那个，你讲是哦，有你那个背来听个，2手带辰光背来，吃这边背来听书啊。
一把折扇，一块醒目，一块手帕，这是说书先生；一杯茶，一句喝彩，这是听书的人。是的我认为应该听了，是啊，说不定你刚才那个米的听着，所以城内切出精神吧。这是来听众对那个称号。晚年的金生伯先生一直致力于苏州评话的推广，曾经应邀去美国20多个大学进行讲座，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评话。若不然，我跪保成。他说的慷慨，我们听得耳热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龙卷风。都说曲艺不分家，金生伯先生的艺术造诣名扬四海，有不少艺人也成了他的粉丝。1985年，金生伯在香港演出，一位特殊的粉丝慕名而来，他就是邓丽君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上世纪80年代，正是邓丽君在华语圈最当红的时候。1985年，金生伯前往香港演出，经过共同友人陆文藻的引荐下，邓丽君前来观摩。听说我本事好，今朝趁这个机会要当我比武。由于方言的问题，邓丽君听不懂苏州评话，但对这门艺术很感兴趣。不仅在陆文藻的陪同下看完演出，还亲自录下视频。一位呢是唱着甜蜜蜜我只在乎你的甜美歌后，一位是说着包公七侠五义的苏州评书大家，形式上差异巨大，但却都是声音的艺术。演出结束后，邓丽君主动邀请金生伯夫妇就餐，开始了一段忘年交的佳话。在金老的家里，至今还保留着夫妇俩1985年在香港半岛酒店与邓丽君的合影。邓丽君扎起了马尾，一件简单的黑色高领线衫与浅色牛仔外套，素颜之下同样明艳动人。我父亲和我母亲一起到香港去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在半岛咖啡馆，邓丽君请我父母亲喝的咖啡。金老曾说，邓丽君给他的感觉只能用干净2字形容，为人善良，平易近人，非常虚心好学。邓丽君还请陆文藻翻译了金老评话录像的内容，并反复聆听、观看和欣赏。外面还没有的时候，我父亲就是全套的邓丽君送给他的歌带、录音带。作为礼物，邓丽君把自己的一套罕见个人照，还有足足有1000多分钟的全套卡带送给了金老。如今，这些照片还有磁带都非常规整地保留在金老家中。金老评价邓丽君说，她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，在模仿也是徒劳。而邓丽君则认为，金老的评弹何尝不是天籁之音？都说惺惺相惜，文化艺术才情是不分地域和年龄的。作为苏州的评书泰斗，金生伯把这门苏州艺术带到了世界各地。如今人已仙去，但他的声音，他的造诣，金声玉振薄云天，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，不单留在了我们苏州人，也留在了海内外无数人的心中。成绩大了以后，听个三姑当，俺们是我师兄金生伯，我们叫陈怀伯，你们叫吴金玉。你2个把听双方吧，真正执行了双北方针。你要出味道做呢，那个吴金玉别干了还。是因为儿妇得妻。有望哎，有望。小花，哎，有人献冤，看看去啊！找啊找啊！什么人叫冤？谁献冤？是你吧？我有望。找上场，嘿，连上去，走！是大德北往里2小时。少华，哎，禀报咱们包大人。对，请大人去。走。是到7小吧，15位7小吧，随着以这个办公室和面孔包的问是何了？回大人，
有人接国圣，愿秦大人做主。你出师与你高望，他的太不要升堂。张龙有曹洪在升堂，大升堂。当当当，汪汪汪，山强水爬困，暴水在你的梁上，刀斧水隐隐水旁，猛球擦当，秦大人升堂呼要贺龙，这个叫呼要贺龙，这个名字。保证带水一生，身如大当。今朝你出师升堂，看上去样子要发加倍。行军高原，会有黎明，深受皇恩，报曹我平。大家唱京戏，本来演出来个老夫。把我真有臣结构信愿，张龙有曹洪在，将信愿臣带日上打来。打！本朝我的我两高的大进来，跪下，跪下！大人啊，大人生有啊，大人生有礼啊！大人啊，谢你家丈夫啊，我叫李贵。丈夫李贵，哎，气头不来。哎呦，不够的，今天这里恐破不够。我好给，对这样写，叫你抬头平了。啊，咁么对对呢？哎呦，好得了，那我估计上用了2个秋雨都比那一套呀。丈夫，上着堂来，收告后臣。该里，当然谁是该里边？那他西游高小姐，他是渔夫之物啊。哦。贵大人啊，你上着堂来，收告后臣。这个两百三劈成我告知部。哦，你们二人哪一个是原告？大人，我有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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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两告的才是原告，那么我是被告。哎，丈夫勇而心强啊！大人，那么是厉害，你那娘我是讲，我们名字叫丈夫，是那给他来货高148啊。那么我的想法，本辰光一个娘你质量高的口分，跟我从小在何口给开不开？你不当我从小就是一代隔壁乡邻，那么从身上小人光水来一代，给当狗袋子把这样狗大瓜去狗跑呗。于是那么一道去狗做，那么你出去我生意嘛，我还是出去我生意，那么我的家穷不容易。那么于是呢，到慢慢家投资嘛，我要讨高不怎么你总数还来个车辆农业嘛，我把你来去洗水的。那么大人啊，我这么个生意呢，现在讲起来内湾那么说内湾就是飞毛水土了，现在讲起来就叫山东飞鱼那个么子。那么大人啊，这个人家隐私的，那么你晓得了，第一次出去人讲的个了。这个是危险，那么要家家关关人一大不好出去，我临最辰光我就脱离的，我说我里想包脱呢，我讲得好听的，甚多年么随着我把我们做高处么随着我们12一天来放心于我们那里，那么我们脱8里子了，我追着，如果你现在追到半老什么人也在讲的嘞，我
王林大一来是逻辑在为了，有一个不肯中间的杀掉。那么你多看我们人22岁的看人们等呀，他都是两岁生出来睡到椅子加上一放水来水。那么你做生我们这个，来只有讲了政府里面2万少，我生活需要税收。那么这个嘛，讲在山上缺个关系了，还我这里讲在山上中关系。那么我们家务少还这个别当中关，还所有种关系。那么中秋得了老师五少了，有时候养中国了，有时候来这个中秋讲的谁出来介绍评官，我还是讲的。因为往年当我们分享给我们是会计税是讲的。中秋有时候大概一定要说我们当个平反，在你们把这个平反费的为主嘞，为主就来我们来看你告诉我们看你娘的，就说娘是这种告诉我们跟子理的，当然啊那也生有个。哦，也是俺一桩事情，李贵哪里？丈夫所言可是？事情都是哪桩事？第三者，法律上有警察来讲。那让我光亮上来要充分发扬民主观的，是那个经过，当年来听我讲，从小我到你朋友一讲公仔，我发表都啰嗦。我小辰光是要娘的，你个娘弄当半个的儿子的，你结婚我回去帮忙的嘞。我是做裁缝的，商务来这个人，所以一搞了，像男女这个商务才是我做。虽然不属裁缝工的，而且我贴贴女人。我的商务证明了，叫做工考举苦实新人，在你当中不敌人是多年来哎呀弄一部事实。我不对，可我现在参与了两个在。那么丈夫出去做生意者，3年不做了，受得那个小三十里洗车子，你多娘一级以上毛病，病日高黄送得不得了。每一天啊，送药、请医生，一天3是我包下来。所有医药费全部侪是我拿出来，你多娘但是洗了的。这个一天都让我海边上门的，是阿贵啊！那对我这个哈，我心里想真正故意不起。我是本来讲我的丈夫是弟兄啊，那用不着故意不起。你生我一桩其实在说放心，我们你耍个事情，你是个辛苦做你别做等等样样，一个我跟我爽的，根本我是哪弄法呐？那么你刚看上去，丈夫是不这样做来，阿贵那样不高兴，根本我属于那个辛苦配不是难吧？当然啊，我是有良心，我撇开为的个，打一气不客气，先有走虎上，我不能跳这个一个高兴，把我一挖脚累脱，他这个时间不久一个来他就弄我害他气，我几口个老头到面孔了，不多人啊，我要呀，老头个字细开眼眼。这个对谁这个？搿在眼睛湿透眼巴，不眼黑像保护带这个亮着，我看得出这个口眼发比完。我说伯母啊，你喊我来做啥？你皮皮叫吹一口气，眼睛翻下来，眼黑眼眼比关于个我还要些。你说阿贵啊？我不能明毛个辛苦哪弄法，你看我苦难难的导致起嘛，15多眼里百多人，我心里想一人难过。可你都高兴高实在，所以我就答应个那么2里双子，你成功带夫妻那里也哈年落落，我做上班1天比，人家是夫妻也哈1917。你比你为了你了到啥个程度？一张门子那高主身上编着块，我浑身会得痒。我这个跟着高主浑身痛也痛3月3要得嘞。特异功能嘛。聪明啊，你还懂得啥个道理？是何道理？这明道叫夫妻同样相争，你那笨的啦。那么你我来么大份上有这个你不的样子个线路这也随那个辰光。那搿10岁在里做来门口台湾高主，那么百多人发生我嫌弃啊！你裁缝他个高主不容易的呀，一年顶多经济2银子，他个高主也80两银子，要这40年，我今年2岁，高主还不离再差高主这40年高上2岁，68岁，多年来公道上还有2年婚姻交热是不噶？这个是不样子，你说我一个线路已经2岁这样。这里又不对了，那不对呀！成亲1年，怎么还是2岁了？要么非婚谁人啊？不，虚岁2岁，实做喜庆1岁，我要好实在。多人啊，亲来随便那为我要做资格。还要保证像那么讲，这个2个男的谁不错？那么叫我判不啥人呢？判不丈夫离怪不我听，判不离怪丈夫不我气。我判也判得有理呀，这个两路法嘛，只有你多2高的压伤。我觉得账面上向你做自家讲，
丈夫李贵，在大堂之上，二等共同商议，欣赏许许。咁么那样帮我走啊？那也不那样帮我，那样帮我那随便说的一句好讲讲。不来是个真上我天没这个，咱那菜东菜，少人是得少人娘，菜东菜是把你看。从小在辰光里里聊天，我就大嘴生出来的，为了对了对出来那个么子，要是把你都不来这个，菜东菜不菜，菜东菜不菜，菜东菜不菜么个么？这个，咱要花酒哈，花酒在讲台山上好上子对噻，咁么来呀来呀来呀！好，倒霉了，花酒那不太拔去了嘞。政府红儿先强，当然我们有点农地了，还不没来是预备出来结婚的。那么现在高兴基督教是李家什么这个啊？李个高兴还帮我再打理他一个，随便要啥才可以的，你要录音下可以，冰箱可以，才不要紧，我才没得其他的，不管一个东西来开恩。李贵，你看是何？说起这里毛病么子，屋里向现在我把随意个，随便那不能养个，你爱人用个，不养个，这样子吧。两家的谁分娘那弄法的，保证一直你的美誉。张红有，这女子口称到此，在外边带上堂来。炸！本长老的一个女人来好了对了，来，这个女子就是你吗？是的，他妈的不要傲头立心的难过的很，跟我上广场去找。呀累了，你好得了要躺大德公道了，跪下，请咱们大人。是，听起是八股和迷苦，但想口口，但是不能马马虎虎啊。呀，大人来让小女自己大人去的。叫何名儿是？我叫丽娜。丽娜，这名字真可以。丽娜，带起对我来。你好叫看没看着不够，看不两双眼睛就偏呀。哦哟，这个女子上来身都好，眼神好，最出漂亮，可条喉咙。手里像打鸡，嘴里像打书，唱两只故事一集了。小女子是贵在哪乡？是你何许养生？呀，此日丈夫是楼上夫。贵在这乡，是你何许养生？此日李逵也是楼上夫。早。一女不嫁二夫，怎么有两个丈夫？大人，你说不是一个媳妇，一个儿妇？这个啥困不忘只有西厢忘了后厢忘了。那么现在该是两个男人们难看，要落了一个，只有那自家讲，我判是判不下去。丽娜，丈夫李贵在两乡，你愿嫁哪一个？这些两个人不错。那么呢，包公是亲姑，那种弄得亲少娘，那做事，我个老不做男人。等些跟这里这个服务生，跟这个服务生。呀，大人，亲姑大人做事。也是有的，不要我做事啊，我哪要做事呢？现在要逼上我的呀，保证一直你的美运，在张路忙一忙，来阿东。张红有翠月酒，这小女士生得美貌，才是赵妃，我当若是大家沐浴啊！你这说明脑筋呀！面孔长得漂亮，弄出来的，可不这样，那双面孔搞不少人气那个么子。奔到李湘西，又要飞爬挪到外头来了。哎，小女子，哎。你他妈的生得美貌，认识赵妃的，今天听你是右脚让你死了，那就太平无事了。啊对，呀，那天木三本家跟我们是吃没吃喝做了，他拿过来一口双老狗，味道好极了。够吃我，这我这过了肚子里像一人痛呀！呀，真怪得的了。回大人，那个女子已经死了。这是个人。张府李贵，
你家催房一时哪一个料理商服？我不要个路径啊！这边两个不要那娘帮我吧哈，那娘帮我小小呢，那毛个家人啊哈。他怪得不里头你的洗车个时候啊，你这个娘娃我那个必须用我不干，现在也洗车个责任个哇，啊两必须用一口子再打，搿几三不不上车，再生我偷偷地里上，面孔标致漂亮的。现在人心不起的，再标致包了台上向，也不是各种东药气呀。搿都悟空遇上口的呢，面带的江南子，也却不是这个呀，落得跑的都。嘿，众人啊，现在这事体大概个几户人啊是一个这生死不能发生。人现在我的丈夫两高的在张天在地不里是口眼不闭，我看这个不必都啰嗦，我先两高之物，众人啊来做主吧。嘿嘿嘿。我又反悔了。为啥悔？不个，你就下堂去吧。是。丈夫，带领你家崔王的尸体料理丧服去吧。退一堂。这个大分科技，我这进来是一个出气。是个进来王子出去告诉我，那没坏动作。你总还良心啊！告诉我，你跟我走起啊！我的嘿，背心郎相背一背，告诉我跟我走起啊！你听不了背心郎？告诉我你哪来的啊？离那到心子呀，一心不谁晓得多，那是蛮清爽，一看自家媳妇是丈夫啊，清清爽爽，明明白白。我要开得进了。这个那个快点，我吃不是这个么事。要去努力放下来，咁我起码第三就是把你去抢上。我要吃苦劳，我苦劳的几百个，咁么看现在咁么是。要去努过来，实在吃吧。你告诉我，你看到肯定的回来，快点，你乖吧，快点。哎呀，李乖给我车子买病来着哇！哎呀，我不能搬的，我就办公。把这个摊开完，哎呀！哎呀！告诉妈，是开店不才弄。我门开真高不跟本人。告诉妈，我这个大马路走起嘛，啥人说包公背，你们大不要的包公顶中爱人，而负责去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